来看台北地检署侦办国民党台北市党部联署罢免的造假案，暂时起诉党部主委黄丽锦如等5个人。北检指出，讲有超过9成拢是造假的联署，黄丽是主导者哦。国民党台北市党部是强表示尊重，嘛强调讲因会继续来反罢免。今仔早起，反共后代联名的志刚做行程，嘛去国民党的中央党党部，要邀请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辩论。 靠手课看起来真忝。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如锦如涉入罢免相5立委不实联署案，互警方依照非法利用个人资料伪造文书罪来起诉。根据北检的调查，联署书伪造的比例超过9成，也拿羁押超过50天的黄如锦如，也互认定做是背后的主导者。动用党员的名册，或者是黄复兴党部的名册，甚至是过去曾经罢免过吴思瑶的联署资料，都不断的拿来做抄袭。国民党还是没有人认错。其实他起诉的条文还是像我们过去讲的，这个基本上它并不是一个什么重罪啊。那么在整个的侦办的过程当中，包含羁押以及大规模的去搜索调查，已经违反了比例原则、司法手段，去影响到 整个罢免案的进行，国民党中央表示，希望北院裁定高保，莫因为政治的因素唔顾人权。专台的罢免案会陆续进入第3阶段。罢免国民党立委罗志强的团体大安强强滚，也伊个讲要透过 Podcast 的节目，还有举办霸场的客厅会，侵入社区，用空前热战要组织中间的选民。那希望百川汇流我们有能够收集到各种不同的民意。 来让我们知道，就是说呢，真正民众在关心的是什么？尊重罢团的公民权利，谢谢。同时间，反共后代联名志刚做行程，17时带团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来挑战，要送公开辩论的邀请函，要见主席朱立伦，还有立法院党团的总调鲍坤奇。不过拿赢也输人唔输阵。为了让全民真正了解赞成罢免和反对罢免的理由，举办一场 公正公开的辩论是有必要的。早安，大家好，欢迎。我们希望呢，国民党排古马、扛棒、搁出动扩音机、音乐放送，也拿顶礼拜捌甲赖清德总统见面的代志，做行程时表示，在会谈当中有向赖总统表达，希望民进党会当加强支持罢免团体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